首先，細摺機咧有個致命嘅缺點嘅，就係粒電得4300，一日都未必捱得住。如果話咧，我真係好中意細摺機喎，咁我覺得你買 Flip 7好過啦，5400幾蚊咧就有部12+256，因為同上年比咧，Flip 8只不過係換咗粒 U 嘅。但係我就建議，如果真係中意用細機嘅話，就買 S25H 啦，起碼唔會好似細摺機咁易壞先，又再輕啲，又再平啲，4300幾就有部12+256啦。Nothing Phone 4B 系列咧，主要都係取代翻上年有個低價系列，target緊咧係2000幾蚊嘅市場。其實咧，我完全唔明點解要出呢部機啊，因為加多幾百蚊咧就可以買到今年 Nothing Phone 4A，粒 U 又勁啲，仲要多一個鏡頭添。如果我要平呢，買上年部 Nothing Phone 3A 仲好啦，有12+256，建議睇咗 Nothing Phone 3A 先。華為呢就係 fans 專屬嘅，講真，如果華為有 Google 呢，真係爭好遠。雖然而家呢坊間有好多教學呢，可以教你點樣去裝翻個 Google 啦，但係呢啲 Google 呢，好多時都有更新呢，佢就會有問題噶啦。除非呢，你係唔用 Google 嘅，但係喺香港唔用 Google 真係有啲難。如果你係 fans 呢，同期仲有部 Pure 90S Pro。個人建議咧，一定要買 Pro Max 嘅，因為揸1000蚊，但個 mon 就大啲，影相又靚啲，仲有100W 嘅快充。最重要係咩呢？就係配件一定係大機比較齊全嘅，即係最 top 嗰部啦。如果你諗住用多幾年呢，買 Pro Max 就冇錯啦。其實上一年部 Fold 7咧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對比 Fold 6咧已經薄咗好多，鏡頭咧亦都去到2億像素。咁差啲咩呢？就係差嚿電啦。Fold 7呢粒電咧得4400。而今年部 Fold 8 Ultra 咧就將粒電加到去5000，仲要有45W 快充。鏡頭方面咧，超廣角鏡頭已經升到去5000萬像素啦。不過最主要個 update 咧，我哋防反光塗層做得好好啊。基本上咧呢部機都冇乜缺點㗎啦。摺痕嗰啲嘢咧就見仁見智啦。我諗下一代應該都冇乜嘢改㗎啦，最多都係加翻摺。價錢方面咧就冇得搞㗎啦，因為今年全部機都會加價嘅。錢嘅問題咧就自己計下數啦。本月咧最吸引嘅機咧就係 Samsung Fold 8啊，因為有新鮮感。買新機梗係要有買咗新嘢嘅感覺啦，係咪先？外屏10:16，內屏4:3，無論係睇文件啊、睇漫畫、打機定係做分屏咧，睇落都會唔同咗好多嘅。而且對比 Fold 8 Ultra 咧，拎上手又再薄啲、輕啲。不過都有兩個考慮嘅點嘅。首先咧就係粒電咧又變翻4400，要考慮下捱唔捱到一日。另外就係鏡頭少咗粒長焦距。但係點解 Samsung 會突然出呢個比例呢？因為 Apple 啊，今年都會出一部同一個比例嘅摺機。Samsung 作為呢個國際大廠，梗係跟到足啦。如果心思思想試呢個比例呢，其實都係再等一等嘅。其他廠都會出。華為4月出咗部，用咗一樣嘅比例，仲賣得好好添。嚟緊 Honor 同 OPPO 都已經有消息會出㗎啦，所以唔急嘅朋友咧都可以再等等。好啦，今個月嘅真心話排行榜咧去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呢個新嘗試。中意嘅話記得俾 like 或者留言吹下水，等我參考下做唔做多啲呢一類型嘅片啦。